市民形象，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形象》节目。讲到丹纳斯风台呢，相信咱台南的乡亲也个印象深刻，因为自古早以来，从来都无遐尼侪厝顶被吹走，遐尼侪树啊倒去，无电通好用，无电视通好看，甚至连通讯拢出问题。这款的代志，咱是绝对袂当互伊个再来发生。但是现主时，咱面临着环境的变迁。大自然天灾定时会来，咱拢毋知影。所以呢，到底爱安怎做好应用，莫阁来发生类似的伤害？今仔日咱就带观众朋友做伙来探讨。节目一开始，咱赶快先来介绍今仔日到节目当中的贵宾。咱首先要欢迎的是咱台南市政府的副市长叶哲山副市长。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副市长叶哲山。欢迎叶副市长。接下来这位是咱台南市水利局的邱中川局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水利局局长邱中川。欢迎。接下来这位是台湾电力公司的台南区营业处的廖学士处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电台南区营业处处长廖学弟。欢迎处长。最后这一位是七股区西寮里的柯胜强里长，欢迎里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股区西寮里里长郭信强。好，欢迎四位来宾吼。安尼去年呢7月份的时阵，这个丹纳斯风台真正对着咱南部地区，尤其是咱台南吼，会当讲是受创非常的严重。到底当时的状况是安怎？咱先透过影片，带大家来做一个回顾。2005年7月，丹纳斯风台虽然落草汪东，但引进的透南风为南台湾带来惊人的河河灾害。这摆风台甲后续的降雨造成直接迄个是间接死亡人数超过6人，并超过29亿的损失。特别甲南地区的灾情惨重，更是空前纪录。包括几啊天停水、停电、停网络、电视，甚至长达1个月。加上徛家厝顶嘛，差不多家家户户拢被晓开。但是溪北地区嘛，因此宣布停班停课长达7天。这场无直接电力风台，互台南一摆震动的教训，嘛拍开咱对着风灾甲沦陷的深刻反省。再后检讨发现，除了100年的雨量大大超过原本的排水设计标准。区域排水的阻碍、地层下陷以及部分应变不足，拢是造成严重淹水的原因。当时的预警系统、抽水站运作效率，甚至社区的应变能力，拢受到严格考验。嘛，互咱意识到面对愈来愈极端的气候，传统的工程思考已经无够。基础教训以后，台南市政府甲在地学者专家开始推动更全面的防灾策略，对加速雨水下水道建设到兴建大型止洪池，同时嘛积极加入智慧科技，提升预警的精准度。更重要是加强社区意识。透过里长甲职工的培训，建立第一线的自救能力，嘛落实走避灾害、赢过风灾观念。行出丹纳斯风台灾害阴影，台南正努力转型为一个更安全、更有智慧的韧性城市。这是一个无终点的挑战，需要政府、学术界、社区居民共同努力。只有持续检讨、不断精进，咱才当确保美丽文化古都在未来极端气候的考验，永远会当安全永续发展。其实呢，丹纳斯风台发生了后，市府马上就来启动跨局处呢紧急的应变的工作，而且差不多是每一天拢召开记者会，来说明讲当时动工的状况是安怎，处理状况是安怎，希望互灾民来了解啦吼。而且呢，到目前为止，可能应该是大部分应该修好的拢修好啊吼，但是有一寡可能真歹中间的嘛嘛是还阁爱想办法。所以到底呢，整个灾情安怎吼？咱来请副市长先为咱的观众朋友做一个说明。是去年7月7日这个丹纳斯风灾，会当讲是100年的这个大风灾啦吼。所以伊受损的范围会当讲是非常的大，大概有17个区拢有受到这个灾害。在海口的所在七股、板门、将军、客家、嘉义、西港。
包括讲咱溪北这个所在，咸水啦、白河啦、东山啦、新营啦等等，大大小小有17区拢有受到足大的这个灾害。这嘛是咱过去以天然灾害当中，咱足少拄着讲有遮大面积，当时拢受损。啊，过去咧天然灾害，咱大家印象上深的就是啥？水灾、淹水的代志安尼。这几冬中央地方大家真努力，尤其黄伟哲市长、参院的邱局长，大家拢足用心的。要安怎互这淹水的范围减少？过去这个莫拉克的时阵，淹水大概是55000公斤，这次大概是300几公斤。其实伊的严重性绝对袂比这个讲莫拉克较弱。所以表示讲咱过去的治水已经有某一个非常大一个效果。不过这届较严重是这个风力的部分了，对啦吼。所以咱这次这个风力的级数在受灾区域拢超过12级风，甚至海口遮阵风拢会达到16级以上啦吼。这个级数大家会感觉讲这到底是偌大？10级啦吼，10级树有规个会扣掉啊！哇！你也想者，哇，16级。当讲是非常非常大，所以这嘛是引起着讲为什么这次的灾害遮严重？风大受损的是啥？是厝，所以这次有将近48000户的厝顶是受损的，超过20平方米以上的将近有18000多户对啦吼。所以会当讲这次受损的是这个厝顶的问题。所以灾害一开始了，会当讲市政府会当讲全面动员。其实风台来以前，其实市长已经开了足侪届应变会议啊，我也拢盘点准备好啊。不过实在是种这个大自然的力量，咱是无法度去预估的，所以唔知讲哇，这次的风遮尔大，直接对咱这个布地这个所在来登陆所以这个影响。是过去咱讲对东部这边过来，会有护国神山去动的，减低它的伤害。这个当讲是完全拢无对啦吼。所以这嘛是为什么造成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所在的原因啦。对啊，所以副市长发生这个代志变成讲是不是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省思？因为霸瓦当然嘛，很严重过嘛有没有什么样的省思，或是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呢？是。地方伊即届会当讲学习到真侪经验，中央嘛是安尼，因为即届范围足大的，所以需要的迄个人力物力，嘛是爱非常非常的济对吼。所以即次台南市政府第一时间咱就跨局处做前进指挥所，这17区每一区拢有咱的局处。去支援做前进指挥所，去斗三港做灾后的复原，也是讲当下要安怎去斗三港，这灾民伊生活上要安怎去克服。中央7月31，伊嘛成立中央以咱台南的云嘉南的这个前进指挥所，所以中央跟地方会当讲是合作，这嘛是过去唔捌的，这是第一次，所以中央部会总共有10个单位啦。包括你讲经济部的单位这个农业部的单位、交通部的单位、经济部的单位，因拢派人落来这个所在长期进驻。每一礼拜拢开一届会，由曾经的政委来召集跨部会跟地方的这种协力的方式，所以积极的来面对这一次的灾害，所以靠法度这样速度这样紧。一步一步来改善着咱老百姓这个风灾的这种种的这个问题安尼。对，所以嘛看到中央跟咱地方的一个团结的力量啦好，咱接下来要请教里长啦因为你个所在真正是受灾足严重咧，即马想着应该个心惊惊对无？对啊，里长甲咱讲一下当时的情形，你迄阵敢大家拢做傻眼，你看安尼啊？对啊，迄个大排的40台的主化拢去迄海水淡规个一起来到路面啦。规个厝顶差不多95%拢歹啦。大家厝内拢无厝顶就对啊。一个奇观呢。事实啦，嘛毋捌遮恐怖的风台。将来毋捌遐尔济啦当时恁大家讲厝顶被吹走要安怎？迄阵恁的生活拢陷入困境啦嘛。对，当然是事实，咱就是拄第一时间就是拜托外口一寡重机械来清这个厝。庄内一
寡铁片啦，有诶无诶吼，你无清开啦吼，阮的路完全拢无法当入去啦。对啊，一定爱先清啊路面的物件，先清走哦。人公所要派车入来，才有法当入啦。都是恁的生活，可能就很多人会说啊，无物件通食啦，或者是讲停电呐。迄个时阵恁啥物拢感受到啊，对无？对啦。哇，所以对您来讲啦，吼，杜家就是副市长也有谈到，迄阵呢，中央跟咱地方吼，其实都非常的关注，都马上要去抢救、去救灾或修复。对啦，迄阵你对着讲一礼拜来完全拢无对外拢无法当通信嘛，对无电嘛，咱事实迄个真紧，咱毋捌接着，接着咱嘛去面对。嘛是爱去面对，嘛毋知安那来过啦。迄阵你嘛毋知影讲外面发生什么代志对无？无啦，知影啦，我当发生风台迄暝，我个拢伫庄内啊。伫庄内。对啊，我想讲我住喺遐悬个拢淹入去啊。村内个路严重。系啊，对啊，因第一线伫大摆边诶，迄规个拢100几公分啊。迄阵起户坎迄种咱的电力公司拢无法度人接啦，嘛是无法度通接，拢中断啊啦。哇，所以迄个时阵你们也是很无奈、很无助啦，哈。对啦，对啊，就后续的话，就是有渐渐进去了，才帮你们解决了一些问题。当然啦，对，那足积极啦，事实啦。对，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请教局长啦，哈，其实就是面临像这种现在的气候、大自然的变迁呐，那其实这个强风暴雨随时都有可能来到啊。那目前哈，就是要请教局长，咱台南市目前这样子的一些水利的一些设备啊，好一些规划，是不是足够在应付类似这样子的灾害呢？局长是，多谢主持人啦哈，我来简单报告讲，丹那斯台风，7月7日暗时啦，就是讲7月7日透早2-3点。迄个时阵风大，风雨足大吼。迄个时阵，个透早的时阵，市长就要求我马上去甲七股区这个瓜里长来联络吼。对。所以我迄个第一时间，7月7日10点半就去马上变到迄个瓜里长遐去。我有甲伊见面过吼，讲即马目前状况是安怎吼？我甲分析吼，这回风台会成来遐尼大的原因就是安尼。第一个吼，因为这个风台是由南向北，较早是拢由东向西啦，所以咱有富国神山。对。这回无呢，按由南向北啊，所以这个是120年来第一摆。所以这个风台来吼，变做无人甲动。所以咱这个海应吼，咱的第一道防线就是咱的沙洲啦。咱还有迄个芒仔寮线，还有迄个青山港线，顶头线，这几个沙洲，因为风影足大。这风影因为风开它的地气压造成它的水位上升了哈。我阮甲统计过哈，这影宽度偌悬，你知道？5.7公尺的影，哇！水位嘛抬升1.43公尺。所以他都要管理长讲吼，那规个那个边啊就是那个捕鱼的那个竹网规个拢去请去。拢冲到路边来啊！所以第一个讲，咱的第一道防线，咱的沙洲去往过。海影沿着沙洲往过以后，哇！伊就直直冲入来吼，咱了有一条大条排水啊，冲完过以后，咱大条排水再叫冲破一坑啦，所以才有海影会灌入来安尼啦吼。所以我迄个10点半甲管理长遐，我就讲好，我马上来处理。所以阮第一项就是讲赶紧的，咱的第一道防线咱的沙洲啦沙洲赶紧甲做起来。所以咱嘛已经市长马上拨19万来，马上甲迄个沙洲进来甲紧急抢修。过来就是讲咱这个海岸咱的海堤啦，因为用会过啊嘛，所以阮即马就是讲马上一工内底3工内底啦，就甲迄个海堤加高60公分，用控制力的迄个马上甲迄个控制力方式的迄个加高60公分。居民就讲咱七股区的西寮里遮，管理长就讲安尼咱的民众较安心啦。过来就是讲，咱大寮排水咱要做3道防线，因为迄个管理长讲这阮大家心惊吓。我甲迄个市长报告，市长就讲好，无要紧，咱来做3道防线。第一道就是讲咱迄个西寮排水这个赶紧用钢板桩甲做一个便桥，紧甲迄个破堤迄个所在紧甲抢起来。一个无够啊！咱过来第二道的防线就是讲，咱迄个七股盐田这
迄个田埂吼，迄个路啦，迄个路更加加高啦，做路堤啦，就讲迄路吼加高就变做一个类似一个海堤共款吼，加高起来。过来咯，就是咱的176道线吼，迄个嘛经过加高，所以吼，咱规个7股区，不管是迄个西寮里还是其他迄个里吼，咱有这3道防线以后，所以咱在旧年吼，搁其他风台来。就无过发生这个淹水哦，淹水这个情况啦，就是安尼。是，所以就马上做了一些补救的措施，而且还是3道的防线啦，那也看到了成效。那其实就是就咱台南市来讲吼，按你未来，因为要有其他的区嘛，咱台南市这些就防范这些水灾啊、风灾等等的这些设备，到底是够不够？是，阮有盘点过啦吼。第一讲，咱即马这个一寡咱讲全台南市啦吼。因为咱无法度像台北市安尼讲，一摆就中央安尼2000亿甲落去吼，所以我都甲这个迄个保安柜拢做起来。对。所以咱即马有算过，咱的治理率还佫无法度到100%，无法度到100%，这排水的这个当然伊有一寡瓶颈段。这瓶颈段就是讲，恁阿妈棍吼，上门嘛爱简单先甲拍开。你阿妈棍啊拍开以后，就较袂淹水嘛。对。所以我们现在治水的3支箭啊，3支箭。第一支箭就是讲瓶颈段要把它打开。咱的河道内底瓶颈段吼，先甲拍开。这第一支箭。第二支箭呢，就是咱的清淤啦。咱这保安的这个渠道内底，你若无个清淤吼，其实这足容易淹水。所以清淤是咱市长要求讲上重要工作咯，紧甲这个淤积的物件紧甲清起来。第三支箭就是讲，咱要紧甲设一寡迄个抽水站甲滞洪池因为你这个水大水来，咱若清理了会顺，水就马上会出去。但是你迄个气候变迁这个强降雨，其实咱的排水量，尤其咱的治理率佫无100%，很容易积淹。所以咱就要靠啥？靠咱的抽水站，佫靠咱的滞洪池。头拄副市长有报告过，经过这个黄市长上任以后，咱用这治水3支箭有没有效果？有效果。咱的迄个淹水面积大幅减少按5万公顷，甲存在300公顷啦其实阮个详细统计去年敢若只135公顷尔所以就是讲这淹水面积确实有影有效果。有个人讲，是毋是你落雨量较少？毋是哦，咱旧年詹姆水库放水放几工你知无？放28工。放偌济水出去你知无？放6亿吨，6亿吨的水放出去。就是讲咱旧年其实雨水量足大，但是咱的淹水面积更较细。就是讲咱的治水3支箭其实是有效果的。好，所以这个治水的问题其实是非常长远啦当然需要做些经费啦佮计划来做的。好，咱接下来嘛是要请教咱的处长处长其实呢，迄个时阵断电嘛是足大的一个问题，而且那个时候其实你要派员去抢修，非常的危险因为牵涉到那个电嘛那可能你们维修人员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大家来抢修的，可不可以讲一下当时的状况？很多停电，对不对？那个是谢谢主持人这摆丹纳斯台风咱大台南地区大概累计停电的用户数超过30万户。那最高的停电那个用户那个时间大概有8万1000户了就是说这个有一些数据的。那这一次大概全台大概导断的电杆是3500支左右了。3500。台南大台南地区导断大概有1165支所以说台南是非常严重。对。另外就是嘉义嘉义县市另外这一次我们大概就是说，因为这一次是就刚刚讲到120年来120年来上大的风台了。这摆阮台南市大概我们是从7月6号到7月15号只要抢修累计动员，我们累计动员就是全台湾我们就是说抢修的人数总共有那4895人次就是说每天每一个人出勤的那个次数有4000多次所以说全台几乎就动员起来了所以说我们大概在10天左右
把它几乎就是说所有的民生用电就把它抢修完成。那这边真的要感谢就是市府这边的各局处还有区公所的协助。那刚刚那个我们邱局长这边也是极力的协助，还有我们那个就是说，因为这一次台南市7个家相严重，咱柯里长家帮忙非常多啦。那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因为电感导断有一些是要那个市府这边来协助的。因为我们大概抢修，我们是电力是我们的抢修是我们的专业，但是有一些可能树木倒塌啦，有一些淹水啦，有一些需要另外不是电力抢修需要的这一些协助，因为有一些道路中断或什么的，都需要那个市府各局处来协助。这一次真的感谢大家，真的是我们靠大台南的团队了。我们台电台南区处这个我们也是大台南团队的一份子。对，这一边真的是说真的是靠大家团结起来，因为经过120年来最大的台风就是说比较遗憾的，因为当时因为我没有在抢修这个期间，我在台北调到台北去这一段期间没有跟我们那个同仁弟兄那个同甘共苦，这个这是说我比较遗憾的。那因为我长期以来就是说一直希望跟现场的同仁一直站在一起。那有什么就是说靠大家，因为这个其实就是说虽然很辛苦，但是其实这个是一种经验的累积啦。对，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未来哪一部分需要再加强的电力设施需要再加强的，这个是我们未来要可以努力的方向。对。那处长，其实这一次的风灾有没有凸显出说，其实我们在一些电力设备跟系统有比较弱化的状况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吗？是。因为我们刚跟主持人报告，跟那个台湾市民这边报告，因为其实我们那个电力的强韧计划都持续在进行。就是说我们电力强力的建化那个强韧计划，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平常都有统计，大概我们这个年初的时候1月的时候，我们大概有对外一些就是说对外发布新闻稿。就是说这13年来，其实我们的电力事故都降了70%。就是说这一部分就是说属于我们的电就是说减少停电，就是说提升供电可靠度。另外一个，因为这一次是像这种台风，是属于我们就是说考验我们的电力系统的韧性的。那电力系统韧性，就刚刚我们强调我们有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台南累计的停电户数有超过30万户，但是我们最高的停电户数是8万多户。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数据？其实就是说平常靠我们电网的强韧的。就是说我们去年完成了我们全面的自动化。什么叫自动化？因为我们现在把线路上的开关一般传统的开关需要人到现场去操作的开关，我们变成自动化，可以在我们调度中心去遥控。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这样可以把那个故障的区间把它用一些遥控把它隔离开来。健全的路段，因为我们线路上就是说平常我们在做的，这是强韧计划的一部分，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些联络线，把这一些线路把它连起来，连好几个线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就是说故障的这个区间把它隔离开。那经过我们线路的转供，把一些这个健全的区段尽数跟它复电。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最高我们的停电户数才有8万多户，但是有一些像刚刚提到我们台南地区有1165根导断。那这个导断的电感有一些部分用户这一些导断的电感不修复是没有电的，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零星线路末端的，这个需要靠人，一定要靠人去修复才有办法去复电的。所以说我们这一部分因为是全面性的，而且是120年来最大的这个风灾。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动员的人力也是就是说历年来最大的了。对。这个真的是靠大家，也不是只有靠台电，就是靠大台南的团队才能够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对。这最大的灾害也凸显出很多这个团结的力量啦好，咱介绍的来呢，针对着丹纳斯台风有什么款的看法呢？咱嘛来听看咱去做一般民众的访问来看一下。我会记溪北迄边较严重，因7股迄边嘛，阮有亲戚伫遐，但是因迄边足严重的。我认为这人为也有啦，
人为也有啊，这个天灾是拢一定有啊，但是人为的嘛有啦。主要还是以天灾啦，啊，人祸的部分，我觉得就是因为在那个地方的，通常台风来不会直接从那边进来，所以导致说大家的防灾意识没有那么强，所以才会那么多屋顶都掀开，然后后面才在募集帆布啊之类的去盖屋顶这样。那你刚刚讲这个防灾意识，那你认为说政府这个防灾意识够不够？我觉得城区、市区内的蛮多人在提醒，但是在相对来说，在郊区旧台南县的部分，可能要再加强，让大家长辈啊，或者是有一些居民的意识要能够谨慎一点。应来3个影啊尔，3个影啊我就走袂赴啊啦。混3个影啊我就走袂赴啊啦。我就本来伫客厅看电视，我就讲靠腰啊，厝顶较会像安尼，23厝顶的遐拢破落啦。又来都无电啦，我就要紧去房间啦，去靠房间袂赴啊，水已经起来啊。阮西寮会恢复遐家园恢复遐紧，就是里长出的力，啊总啊。我关心的啊，足感谢总统，啊个黄伟哲市长，有影大家拢足关心有影，对阮西寮里足关心啊。望阮西寮里受灾上严重的，全台湾对西寮里受灾上严重的。你话总统来几届呢？你若无严重，总统会来几6届吗？你规个伊沙拢冲入来嘛？拢冲入来遮，你是毋是？你遮的溪仔谷底，它原本有3公尺、4公尺。你即马含20公分都无够啊！有当看伊中央的土啊，你想有堆积起来，你这个台风季个汛期到的时阵哦，伊若个无处理的，就绝对上游爱淹水。那一次的那个台风的程度非常的可怕，就是包含台南县这边很多那个比较老旧的屋顶啊，然后那个屋檐整个都吹走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天灾非常的可怕。对，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说，站在一个台南市民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一次市政府的这个救灾，你觉得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地方？我是觉得就是对外联系的部分，应该是要优先做一个规划，看是要怎么去抢救这样子。因为据我所知，其实里面的灾民好像蛮长久的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对外联系，那他们也不知道说市府目前有什么样的救灾计划，那他们其实做是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基地台啊，或者是对外联系的这个方式要优先做抢救这样子。好，以上呢，就是咱的民众呢表达因的心声甲看法啊，内底有提到讲哇，偌清着总统呢，甚至亲身来到现场滚解，所以可见有安尼严重啦啊，当然嘛有人有足感谢市政府甲咱的里长啦里长，真侪人感谢你的。啊，咱知影讲当时其实你就是有出来帮助这些民众嘛，而且你还有去媒合了一些包括慈济啦、其他善心单位来帮忙一些民众，可不可以讲一下那时候的状况？第一时间啦，咱讲真诶，咱台湾人还佫有真正做善心啦。对啊。事实啦，即回诶灾害若无资助，甲一寡善心人士啦事实足济，阮这拿资助来帮阮起36箍。起36箍的厝顶嘛实际有带伫庄内诶户民，迄是拢完全免费诶，完全免费。佫有高雄一个慈善机构嘛来帮阮起6间。有。哇，真的是大家都做善心我们台湾人很善良。这回在咱会当了解真正台湾人诶，大家真正做有迄个善心诶。是实啦。这个灾后复健的工作，你感觉讲整体做了安怎？我真做起来就是，依然搭是这厝顶啦，后手你若讲家己开小可钱，搁内底搁整修一下是要真好大啦。啦，阮的环境，阮庄内的环境是整理啊真好。对，好，所以来就是外口这个外海遮就政府单位会当要紧积极来互阮处理。处理人工啦讲大排的排水也当还袂积水啊，还袂去积水啊。你条。对，这生命问题，这爱大家，这政府单位爱先互阮斗相共许。
对，我们政府单位其实就也有很积极的，刚才局长有讲到了，然后好，那副市长就是其实灾后这个复健工作其实是真的蛮困难，然后各界其实都挹注了力量，对不对？然后帮助我们这次做复原，来，请你谈一下。是这个因为风台的风足大所以厝顶受损足严重，所以一开始的时阵有拄到3个问题：缺工、缺料。还有价格的稳定，这3件代志是老百姓感觉讲非常困扰的一件代志。所以中央从地方过去咧做公共工程遮的包商，伊遮包商因拢是甲级的、1级的遮营造商，拢请因来斗3工来修厝顶安尼就对所以以因的技术来修厝顶，基本上是无啥物问题。所以因拢因拢计数真低，这第一点。所以工的部分。其实政府会当到媒合遮的业者来到修好处。第二就是讲料的钱就对啦，因为讲比如讲这个厝顶的这个迄个浪板这个部分的计数，惊讲因为大家拢要用嘛，所以计数会浮嘛。所以这个部分咱就是去参几间这个料商去讲好势，所以计数什么种的料偌济钱，所以大家拢一致的，所以料钱的部分大家变讲。真稳定就对啦所以安尼工啦料啦这个部分拢会当稳定了事实上修复的速度会愈来愈紧，所以我感觉讲这是咱过去无拄到一个经验，我讲这个经验非常的难得安尼。第二部分就是讲即届的电力的部分因为即届电实际上是爱足感谢台电这些同事，大家真正无暝无日安尼尽职去抢救安尼对电线杆安尼倒遐济，因有法度遐短时间复原，这会当讲是非常无简单的一件代志。不过电力的一个韧性这件代志，袂当全部是靠公部门。像黄伟哲市长第一时间叫市政府去采购了很多移动式的发电机。各个的社区拢有一个移动式的发电机，不过我嘛是呼吁讲，咱的老百姓爱居安思危，就是讲未来处理伫小型的所谓的储能式的这种发电机，还是讲太阳能的这种储能式的发电机，伫拢会当买一台安尼，安尼会当遇到这种大面积的停电的时阵，咱就会当伫紧急去面对去因应。来又是第3点是通讯的部分，这个通讯一直到9月份。海边遐的通讯其实较慢慢恢复，所以时间又足长的。所以移动式的基地台，咱这通讯业者应该爱增加。靠有法度以当下去斗3工，就讲迄个区域通讯不良的时阵，要安怎来处理？当然台电因开始嘛在做电缆的地下化，安尼未来电线杆倒的几率会较少所以我想这届这个风灾了，中央也好。地方也好，公部门、私部门，大家拢有得到非常大的这个经验，这对未来咱的城镇的韧性绝对有足大的帮助。对，没错。所以其实这个互咱一个真好的一个经验嘛那副市长，我们有一个强韧台湾的计划，未来要安怎透过这个计划，然后结合各相关的单位，甲咱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顾好。这个强韧台湾计划其实范围足大的，包括人力的盘点，公部门的人力。替代役备役的人力，还是讲咱迄个区公所的灾防的协作中心的人力等等，这拢是公私协力的人力，这会去盘点，会去做训练师的训练这个部分咱一直拢在加强当中另外是讲我拄仔讲的讲，包括讲阮拄仔邱局长讲的最想讲咱的移动式抽水机哇，这数量嘛真多，嘛都不断的在检修咱的抽水站的部分，是讲咱的滞洪咱的这个所谓的淤积的这个清淤的部分，这个部分阮邱局长伊足认真的啦。我感觉讲风灾来，伊是无咧困的啦，伊24点钟拢伫遐待命安尼。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台南市这方面过去其实已经有做真有一个基础未来其实会愈做愈好啦所以就是讲这迄个不管是设备、人力的部分，这拢是未来咱要面对天然灾害，咱拢爱积极去强化一个所在。另外是经常性的演练这件代志，这嘛是阮定像讲进来讯息要到市政府才而开始咧开会开始做盘点所以我想天然灾害的这个面对啦
这是市政府绝对也是积极去面对不断的去演练，希望把它做到最好。对，没错。其实要来防灾呢，不只是讲咱政府单位的责任，咱社区居民咱家己嘛是爱负起一寡责任要自救嘛。所以呢，有这个防卫的这个韧性的社区，咱咱讲里长，你们也是有加入，对不对？对。讲平常时你若是也像副市长讲的，我们要做个演练呐，这样子灾害来的时候才不会惊慌失措，对不对？那针对这个部分，你们参加的状况安怎？有啦，阮因为阮庄邻拢老人较侪啦，所以第一时间一寡较中立的地区，那一旦有灾害，就是你社区本身就爱遮中年人、遮要紧遮老人来上来这避难所。你听哦。对。阮平常时阮有你许啦。所以你就是感觉讲，阮遮社工，阮有本身阮有家己拢会去做的对所以以后还是要继续再加强无然佫无着去类似的天灾，真正是会惊死人诶。对，好啊，咱里长跟咱所有居民拢会加油不要等人家来救，我们自己要稍微学会怎么自救啦好，那针对这个电力的部分嘛因为刚才我们的处长已经讲到这么多超过30万的这个等电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知道说台电目前有在推动一个叫做韧性电网的计划，所以讲对咱沿海地区这种强风遇到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请跟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好，谢谢主持人了。其实我们的电力强韧计划持续一直都在做了，像我们现在目前在做的就是说，我们那个就是说配电系统的5年的升级计划。那这一次丹纳斯台风就是对台南大台南地区造成很严重的影响。那我们就是说有因为针对丹纳斯还有728那个豪雨，有一些灾害立法院有通过灾害的重建条例。针对这一些，我们有再增加一些就是防灾型的下地，就是针对一些比较就是台17啦，台19啦，还有就是说沿海地区比较空旷的地方。那以前就是说历次台风比较容易造成一些灾害的地方。那这一些其实我们本来大概如果说台南市民大概可以看得到，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在台17线了省道台17线已经完成一大部分的地下化。但是还有一些就是说后续因为就是这一次丹纳斯台风，那我们还有一些加强的作为，就是说那个立法院通过一些那个灾害的重建条例，那我们区处因为我是属于台南区处，那也分配了有8.48亿要来做这个地下化。所以说这个是针对丹纳斯台风，那我们特别在增加的，就是说在增加这一些线路的强韧。所以韧性就是说我们碰到这些风灾，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快复电，这个就是我们的电力韧性。我们要以后做的方向就是在这一部分。好，谢谢处长那我们台电方面呢都有来加强，还有一些韧性方面的计划都持续的有在进行。咱台南市这边我们水利局方面当然也有一些智慧引进一些智慧，因为现在科技进步嘛，你要监控水情，你要去控制你要掌握这个水利的话，一定要有这个智慧性的，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地理资讯系统，这是我们常看到的，然后感测器啦，可以监控排水啦水沟排水的状况。那我们要请教局长，我们台南市目前有哪些比较智慧型的可以来协助我们防灾啊？是的，感谢主持人其实咱水利局咱嘛要跟得上时代了。阮即摆就是讲，咱即摆所有的迄个饮水咱拢有迄个淹水感测器。较早你饮水唔知影倒淹水拢哭敲电话啦。有时3更半暝你就敲电话给里长，里长伊嘛唔知影咧倒淹水所以咱即摆就用淹水感测器。咱即摆全台南市差不多352基就是在易淹水地区，就开始积水迄几个所在是352个所在，阮拢甲放淹水感测器。淹水感测器第一就讲你来淹水就马上知影，是不管你是淹水10公分、20公分，我马上知影。是这第一个。第二个讲咱的下水道啦咱的下水道咱即摆嘛甲设一寡水位计。就讲咱下水道到底水有满啊无满？你若水满当然会淹水若水无满，是安那淹水结果迄个下水道水迄个箱涵的水未满，
啊，咱就建议找讲哦，倒位迄个水沟去拆掉的，啊，水才袂当落去下水道。啊，所以阮即马来讲，哦，这第一个就是讲哦，淹水感测器，再加上咱的迄个箱涵地下排水下水道的箱涵的水位器，哦，这几个紧甲建立起来。啊，建立起来这个大数据哈，阮即马用 AI 来演算，是，啊，那演算来讲，咱即马落偌济雨的时阵会淹水，哦，咱即马就甲迄大数据吼拢甲抓出来，哦，你啊遮即个所在啊，落然后100米里，哦，1点钟啊落50米里，哦，啊是迄个1点钟落30米里，哦，啊咱即个淹水的偌悬，啊是讲未淹水，啊咱即马就是讲这个大数据要分析，啊当然这整个系统这是要靠我们整个一个。智慧的那个大数据分析来走了哈，所以咱即马做的就是有这款的哈，用这个科学来做啊，我们正在利用这个 AI 这个大数据分析，那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什么时阵落大雨，啊，咱会淹水未淹水，咱心肝啊有一个主见地，哦，咱就我到甲这个咱要迄个救灾的那个器材，啊，要放在倒位，咱马上会当去调度。比如讲哦，咱即马知影讲这个所在落遐尼济雨，哦，咱就赶紧，咱的移动式作业机就要赶紧调过啊，唔免等人打电话来讲淹水了再去调，哦，这就是讲咱在抢险啊，抢修这个第一时间，有法度把握住这个黄金时间，去让民众免于淹水之苦。对，所以引进这个 AI 啊，还有一些智慧的一些科技哦，真的可以帮助我们预防很多的灾害哦。好，咱今天的讨论最主要的是希望讲丹纳斯风灾这样子的状况不要再发生了。所以未来到底应该安怎做呢？我们来请教副市长，未来怎么打造我们台南市成为一个韧性城市？有几个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讲，公部门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单位，所以咱本身。自己相关的设施设备基础建设该做的，袂当停，一定要继续去做好势安尼。对，互咱的淹水面积尽量能够降到最低。咱相关的器材设备该维护，爱不断维护，爱充足安尼所以包括人力的训练，我想这是长期拢爱积极去推动去做的一件开始。这第一件，第二件就是讲。因为这个极端气候，咱实在是唔知影讲，这个天然灾害到底是什么时阵来，来是会偌大，影响的范围偌济，咱拢唔知。不过是讲咱家户对阿弟的这个自主这个安全的防护，阿弟要有这种居安思危想法安尼就对。所以我拄仔讲的，储能的设施这个部分咱来用，像讲屋顶型的太阳能，其实咱会当来装。咱会当自用，嘛会当电袂有台电，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咱阿弟会当来做的。另外就是讲，咱这个厝画像这块海边也是较靠山区，画拢是啥？拢超过50栋的迄个砖造的建筑，对，其实伊的迄个。伊的安全系数已经是足够啊，所以这厝虽然丹纳斯风灾，咱有到3天去做一个修复，不过伊的结构安全的强化，可能嘛是还无够。所以咱老百姓也认为讲伫住的厝已经超过30栋甚至50栋咱可能爱以安全、结构安全的部分，咱应该爱继续去强化，互伊更较安全的另外就是讲，咱这厝丹纳斯风灾为厝。本来就无人住，这个受损也无要修复，打旁移其实迄种公共安全的之余就对啦。对，所以我嘛呼吁讲，咱的老百姓，你厝也无住，闲置你规去你可以拆掉。拆掉的话，一来不会造成环境卫生的一个死角，二来袂讲下一次灾害来的时阵，因为你的厝倒去影响到厝边隔壁的安全所以我想几点大家做提醒大家呼吁，希望大家做伙来努力，互咱台湾互咱台南更加安全安尼。对，要更加安全，真正靠大家的力量啦那局长就是其实治水经费，大家管区拢在争取嘛，大家管区都有可能都多多少少都有这种淹水的问题。咱伫经费有限之下呢，咱目前台南市现在现况要安怎来打造一个韧性都市？我头都报告过咱治水就是那个咱市长讲指示用3支箭啦过来就是讲非工程措施嘛足重要的想要讲非工程措施足重要，就讲咱即马咧开发的时阵，本来这个所在是咧底水的但是咱开发以后起厝以后这个无法度底水
而且水也挖袂牢嘛，所以咱即摆有一寡法令啦，就讲叫粗流管制，就讲你开发面积超过1公顷，你就要做自溶池，还是讲你家己起的厝你的水嘛是要跟你家己基地内底，你的自己的基地里面，那你家己要做一寡迄个保水设施啦。袂当讲这你起的以后这个开发以后这水挖袂牢造成讲别人咧饮水，所以咱即摆第一个就是讲做粗流管制，第二个就是讲咱赶紧会当来迄个公园啦、学校迄个操场下骹咱即摆赶紧来做一寡自溶池，这叫做净流分担啦这个方面咱台南市嘛做全面性的所以咱有甲经济部水利署有投入足一条钱来甲这个公园来甲下骹来甲挖起来，来甲做迄个自溶池顶悬做好以后，顶悬佫有恢复公园嘛完在啦，还是讲咱学校迄个操场下骹咱来挖起来以后咱来做自溶池这整个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韧性城市啦、海绵城市啦，就是讲咱水落来以后袂佫挖袂走，会走去咱指定的所在去，咱的城市就较安全，就袂佫有迄个发生水灾。这当然有效果出来我头都有报告过，咱在莫拉克台风这个饮水面积有55000公顷呢，在去年3年多的风灾咱的饮水面积大幅缩水，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海绵城市已经发挥效果。对，所以已经有看到一些成效。那当然希望讲因为现在的这个气候变迁，真的随时有多大，会不会比这次丹纳斯更大的，我们也不晓得啊。那我们当然要做好我们的韧性城市、海绵城市让我们可以因应这种突如其来的一些风灾、水灾之类的。好，那处长，我们知道说您刚上任嘛，那其实你一上任后，你的目标得说我要稳定我的电力，不要说常常供电不稳之类的，或者是说遇到像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要怎么样去用最短的时间去修复完成。那你想要让台电成为我们坚强的经济的后盾嘛？好，那是不是也谈一谈未来台电有什么计划？其实谢谢主持人其实台电目前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丹纳斯这么大的那我们也在检讨，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电感强度我们现在目前的电感能够承受的强度大概是14级风以上，14级风。那这一次丹纳斯就是说最高，我看那个气象局的报告，我看我们这边大台南七股啦那个将军这边都达到16级风。对啊，都已经超过了。是。那所以说针对这一部分因为我们总公司也在研究一种电感叫1级电感。1级电感。但是那个是重量比较重。比较粗。但是就是说那个可以承受的风力可以达到17级那针对这个大概我们也有检讨，就是说我们未来的新契约里面因为是我们承揽商带料的，那我们都会把它放进契约里面，大概我们预计就是说每4到5根杆就是说尤其那个变电所馈线刚好出口的第一根杆或者是说有一些干线主干线的电杆这个就是我们大概4、5根电杆就是差1根但是那个数量非常多，但是未来我们逐步推动就是这一部分其实就是说我们电杆要让它强化，其实有很多措施但是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像我们电杆，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整排的电杆，现在很多整排的就是说大台风来电杆是倒一整排，那为什么会倒一整排？其实就是说按照我们现在因为要建电杆其实都不太容易了因为有一些电力设施基本上就是一般民众都是会嫌恶是算嫌恶设施，而且现在应该是不是也要地下化，对不对？其实地下化不是最终解决的问题，其实地下化怕淹水地下化怕淹水你如果说地下化淹水，那个抢修的更麻烦所以说我们是说针对个别的地区啦，就是说其实我们像架空线路为什么会倒一整排，其实我们按照就是说我们的想法是说大概几根7、8根电杆就有一个就是说有2边可以拉支线，就把这个电杆强固着。但是现在因为要摘电杆尤其我们要装那个就是说支线，就是要对地拉支线，
还有就是说跨路要有一拉那个水平的支线。如果你这样的话，电感强度基本上都会强。不会说倒一整排，那这一部分就是说，因为经过这一次丹纳斯啦，对，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未来就是说我们在跟民众在协调的时候，或许会比较容易啦。我们可以把这个案例为什么电感会倒一整排，我们希望就是说有一些像这种支线水平的支线两边，如果你把它强固着，其实要倒就不容易倒一整排。这个因为我们电感你如果说不拉水平支线这种支线像这种会有骨牌效应，只要有一根电感倒了，因为一根电感大概我们依照12米电感目前的电感大概有1200公斤重，那你1200公斤重又加上上面架空的一些线路，那重量更大，对，所以会有骨牌效应。你如果一根电感倒，真跟着就一滴点豆，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大家民众如果说对，如果了解这一部分，那我们未来有一些电力设施，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是说强化我们电力韧性的一部分了民众这个其实就是说还是要民众大家要配合。对，唔好讲这个条我刚要电结果电话条不爱踩咧弯道边，又想要踩咧别人道每个人如果这样都有这种想法，其实就是说这种供电一定不会太好。但是我们这一部分平常都在努力的做了日后也是希望说民众大家能够配合。是。其实地下化就是说要维护要抢修，如果有淹水那个更麻烦，所以我们会看地方啦，有需要做那个防灾型下地，那这一部分我们会来做。是。那有一些电感可以强化的，我们会来强化可以加装那个就是说支线水平支线，这样来强固的，我们也会来做。有一些部分也是需要我们台南市民大家民众大家来配合，这样我们的供电韧性贴电系统的韧性就会一直在强化。是好，那最后我要问一下里长啦里长，等于说现在旗舰户一定有把你那个所在做那个防洪墙有堆高嘛？更可能在西寮里这边会面临那个海平面上升等等的问题，你敢还的？你干嘛讲对着未来旗舰户给恁做，你有什么期待不？事实你讲的有影，真的水平面愈来愈悬。愈悬因为我是感觉这是这个内海无清的关系啦。内海无清。这个内海伊米低的你无收存啦伊的水水位愈来愈悬。所以希望讲政府会当去给你收存。要紧这条大牌甲这个内海看法都要紧人落去收存。收存这个要问一下水利局长局长这有办法吗？是针对这部分在丹纳斯台风以后，阮有迄个市长有去甲行政院议长有讨到迄个10.2亿元啦10.2亿元重点就是讲头拄迄个管理长讲的，咱的市区四湖爱清淤啦。咱的沙洲迄个沙洲要甲固掉，就讲咱的第一道防线固掉，过来咱的迄个大寮排水这部分，即摆拢咧设计头拄我嘛甲管理长报告讲这个大寮排水即摆已经设计，得要上网，得要上网咱的迄个沙洲富裕第一时间就已经抢修嘛，即摆过来继续超1亿已经开始咧发包当然这沙洲富裕唔是干那市政府啦，中央的迄个台江国家公园，伊嘛是咧开始咧拼，所以咱第一道防线搞好，沙洲紧甲搞掉，大寮排水甲做好市区四湖紧来清淤，这拢有钱这拢这经费拢讨到这市长都认真的，已经讨到这钱哇，今嘛等咧拼是。哇，很开心这样子我们又多了一些那个防水的保障了啦好，那我们节目最后，我们现场每位来宾30秒时间，帮我们今天的主题做一个结论，来，副市长。是。首先，我嘛是爱遮再一次感谢丹纳斯风灾期间，中央包括咱总统行政院，包括咱工程会陈金德政委，包括李梦燕顾问，各部会大家全力咱斗相共做丹纳斯灾后的复原，不管是人力，不管是经费，拢充分咱斗支援。我嘛要感谢到咱市府的团队，会当讲大家真正是。拢足认真、足拍拼来斗相共这件代志。另外是遮的慈善单位机构，不管是慈济也好，还是咱遮的宗教寺庙、宫庙，大家出钱出力，包括咱的经销、义销等等，会当讲大家拢全面动员，
伊个当下去咱遮灾民到看布棚也好，到清因的家园也好，所以较有法度以将你短时间来恢复重建让灾民恢复日常的生活，然后，所以遮我嘛代表市长来感谢这公司部门大家共同的斗相共。另外是讲天然灾害，会当讲每一档拢有，这是毋是咱人力有法度去讲叫伊莫来，伊就莫来。所以随时咱拢爱好好去准备等伊来的时阵，咱较有法度以最短的时间、最快速的方式去回应这个灾害，互咱的老百姓虽然灾害，不过咱会当以足短时间来恢复日常的生活，互咱的生活更加安全，互咱台南市真正是一个宜居的城市。我想这是我丹那斯风灾的过程当中的参悟，深深的感触，嘛而且期待讲未来大家继续认真打拼。谢谢副市长，来局长。是，咱因应这个气候变迁市长有给我们指示啦治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那个市长会讲治水3支箭，我们会努力来执行啦让民众不会再受到淹水这个是我们水利局一定会使命达成。好，来处长。好，那主持人，因为最后嘛是感谢啦。其实经过这次台风真的是说因为感谢有一些，因为我们重灾区在嘉里地区啦，就七股、将军、嘉里这边因为离我们区处配电中心都有一段距离。那因为材料运补其实这一次在嘉里，我们成立了这个就是嘉里那个昭清宫这边提供我们场地，让我们临时堆放一些材料、抢救的器材。是。那里长这边上各地里长这边都很协助市政府团队这边都很帮忙，让我们就是说在最短的期间内能够完成。因为我们都知道没有电是非常对，有电的时候不知道电是很方便，没有电才知道说没有电的痛苦这个其实台电都知道，对，我们会尽全力，就是说有停电的时候，我们会想尽办法尽速来抢修。那也希望就是说民众平常有一些电力设施能够大家互相配合，让我们的就是说建构比较完整的这个电力的这个设备系统，让我们电力的韧性能够更强化。谢谢，谢谢。好，来最后里长。感谢市府这边这处的协助斗相共，感谢咱水利局长佮感谢阮七股区阮区长以及着这回灾害这个主席甲善心人士是这非常值得感谢各位。好，谢谢里长是感恩再感恩好，咱今日的节目呢，透过来检讨丹那斯风灾咱会当讲了解到公部门安怎做，咱大家应该安怎做，咱希望讲可以透过这次的经验呢，互咱未来莫阁发生类似的代志然后大家要有那个防范的意识大家一起动起来。再次感谢现场4位贵宾，谢谢你们。那么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市民时下这波底下各一段了，咱再会。